大家好，我哋係嚟自香港真光中學嘅中三級組別，我係黃晴琳，呢位係我嘅同學許志賢，呢位係李彩妍。我哋今日好高興能夠為大家介紹我哋嘅產品智能門診，一個具備先進防盜系統嘅設計。智能門診嘅設計理念係確保使用者嘅安全，幫助識別家庭成員同陌生人。隨住社會嘅發展，家庭安全問題日益受到重視。智能門診係為咗針對家庭安全問題而研發，佢旨在為用戶提供個更加安全、安心嘅居住環境。智能門診嘅工作原理主要係運用 KOI 鏡頭，呢種鏡頭可以準確識別來訪者嘅身份。當人接近門口嘅時候，智能門診就會啟動，透過內置嘅程式判斷來訪者係咪熟悉嘅人。如果系統辨認出係陌生人嘅話咧，連接手機嘅應用程式就會立即發出警告訊息俾用家，用家就可以及時了解到門內嘅情況。此外，智能門診具備咗實時監控嘅功能，使用者可以隨時通過手機查看門口嘅情況，就算唔喺屋企，都可以隨時掌握安全嘅資訊。呢款設計唔單止提升咗家居嘅安全性，仲可以令到用戶感到更加安心。總括而言，智能門診係一個結合先進技術同埋實際需求嘅防盜系統，旨在為每個家庭提供更高嘅安全保障。希望大家對我哋嘅產品感興趣，多謝。你會做唔同嘅結婚嗰個，但你會做嗰個 King Friends 同佢結婚，好會用你同佢講，我揾人結婚，因為我好中意阿詩 True Love 啦。呢啲我哋可以 cut。